来关心，这是台东一只公园熊仔囝，昨已经互人送倒转去过去发觉伊的公园村，开始头尾3个月训练。一个送到位了后，看到这只熊仔囝随位铁笼仔撞出来，伊嘛适应到野外环境。假使若是一切拢真顺时，按算今年5月中就会当送转去大自然。 笼仔门一拍开，细只熊就对内底走出来，一时啊就软入去树仔丛。真活泼咧佚佗，一无细腻，搁跋倒，敢搁会记得伊？古水的公园细只熊穆拉斯，伫咧台中特生中心，经过半年多，体重已经来到33.5公斤。12号早起，林管处特别将细只熊接转去台东，要开始做3个月野外训练。希望这只穆拉斯来这边，它有更多的好奇的地方让他去探索。工作人员详细伫巡场，这是专门为公园细只熊打造的野训场，面积0.32公顷，减少人工的饲养，就是要让细只熊学会晓家己来找食的物件。我们在这水池里面放一些鱼，让那个以后未来穆拉斯可以在这边学习抓鱼哦。全区拢有来装饰摄影机，还有红外线，就是要确保细只熊的安全。真活骨的穆拉斯转来台东，伊的救命恩人嘛，足感动的。看到可以平安健康的又长大回来，其实心里是蛮开心的，对。台东林管处真用心咧守护，未来穆拉斯伫咧野生的环境，若是适应了好，伊算5月就会完全来野放，迎接全新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